非常感謝大家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出嚟參加我哋呢個人哋口中所謂嘅只識幫人哋帶貨嘅98樓嘅新公司開業典禮，歡迎大家。今日嘅心情冇特別華麗嘅語言，但係呢係感動嘅，亦都係激動嘅。講實話嚇，我由細到大屋企呢就特別窮到嗰種程度呢，即係小瓦屋，翻風落雨都會漏水嘅，家徒四壁嗰種感覺，你哋有冇感受過？所以我好努力，因為我哋怕窮過嚟嘅。今日呢，我老豆亦嚟到現場，我幾姊妹全部都在場。喺互聯網呢幾年呢，我遇到咗各種形形色色嘅人，有貴人，當然亦有小人。我接受所有人對我嘅評價，無論係好與壞。我哋永遠堅信品質留人生。人哋話食得鹹魚抵得渴啊嘛，係嘛？我生嚟平平淡淡，冇顯赫聲勢，亦都冇傾情容貌。我就係一個草根出身，我本就係一介醜民。民不能執筆安天下，武不能縱馬絕乾坤。但我相信一個普通嘅家庭，普通嘅農村妹都可以改變命運。我就係要做嗰個最亮最光嘅我。我師傅講嘅，小樂樂冇樣，最緊要威。呢期我撐行你，莫非樂貿易有限公司，開業大吉。小樂樂傳媒有限公司，朝前之氣，一路長紅。有杯，一杯酒，一餐飯，一生朋友。多謝大家捧場。我想邀請我一個好朋友上嚟發表幾句嘅，亦都係我曾經嘅一個啟蒙恩師張老伯。大家做緊乜嘢？嚟！哇，樂樂一齊嚟！一齊嚟啊！首先今日我係遲到啊，首先同你講聲唔好意思先啦。亦都祝賀小樂樂啊，亦都祝賀你哋團隊咁啊，不斷起貨，不斷實現緊自己嘅理想啊！我同小樂樂應該識咗都好多年，好多年啦。我哋一齊玩互聯網，咁啊從線下生意做到上嚟線上啊，咁啊不斷見到你嘅成功咧，亦都見證咗你嘅坎坷啦咁樣。點都好，佢都係一個打不死小強，堅韌嘅精神、拼搏嘅精神係值得我哋做實業同埋做互聯網做生意嘅朋友學習。佢嘅心理變得越嚟越強大啊！呢個新嘅公司嘅開張咧，絕對係一個新嘅體程。咁我祝賀你同埋你嘅團隊，以及你啲粉絲，希望越嚟越好，生意興隆，好嗎？好，多謝。同時即係此時此刻景，咁啊邀請我哋香港慶豐年太子爺寶二代樂少，我師傅。各位現場嘅小樂樂嘅貴賓，所有嘅親朋戚友，大家下午好。此時此刻咧，其實咧，我嘅內心咧亦都好激動啦，一路見證小樂樂喺過去從認識到依家，一路成長，一路蛻變，內心不斷強大。呢種創業嘅精神，值得在座嘅每一位親朋戚友、粉絲同埋合作夥伴去一齊去共勉，係咪？大家如果識我嘅人都知道，小樂樂咧以師傅相稱，其實三人行必有我師。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發光嘅地方、發現嘅地方，有佢優秀嘅地方。只要我哋願意去探索，願意去發現，一定會發現身邊其實每一個都係我哋嘅良師益友，係咪？係。所以今日小樂樂借住樂居樂外有限公司小樂樂傳媒嘅喬遷之喜，亦都代表香港慶豐年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祝願小樂樂嘅公司一路長虹。祝願所有嘅朋友，祝願所有嘅粉絲，祝你哋家庭幸福。